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第13章13到41節。第13節一開始就咁講啦，保羅和他的同人，呢句話表示保羅喺呢3個人嘅佈道隊之中呢，已經成為領袖啦。以往呢係以巴拿巴為首嘅，而家開始就以保羅為首啦。呢個3人嘅佈道隊一嚟到龐菲利亞嘅別家，就縮為2個人嘅佈道隊。因為巴拿巴嘅表弟約翰呢，即係馬可啦，中途離開佢哋。呢度呢冇講乜嘢原因，但一定呢唔係一個好理由，因為日後保羅唔想再帶住馬可同去，證明呢佢唔接納馬可離隊嘅理由。亦都因為馬可離隊呢件事呢，成為保羅同巴拿巴日後分道揚鑣嘅導火線。大家睇保羅傳福音嘅旅程，最好揭去聖經後邊嗰啲地圖對照一下，睇下一啲地方名係喺邊一度。今日呢段經文嘅地方就係喺今日土耳其境內。大家睇地圖就知道咧，龐菲利亞係一個省嘅名稱，而別家就係佢哋上岸嘅城市。上岸之後向北行，嚟到比西底嘅安提亞。上次我曾經提及有2個安提亞，保羅等人係由敘利亞嘅安提亞教會差派出去，而家就嚟到安提亞呢，係另外一個安提亞啦，係喺土耳其裏邊嘅。保羅嚟呢啲地方，因為距離佢嘅家鄉大數呢唔係好遠，正如居比路即係塞浦路斯跟巴拿巴有關係，安提亞跟保羅亦都有關係。佢哋首先係去跟自己有關係有感情嘅地方就去嗰度先啦。去到一個城市，第一個容易接觸嘅地方就係猶太人啦，所以佢哋去會堂啦。第一，保羅嘅心願係先向自己嘅同胞傳福音。第二咧，會堂裏面亦都有第43節所講嗰啲敬虔進猶太教嘅人，呢啲係外邦人，但加入咗猶太教，得着佢哋咧就可以得着外邦人啦。第三咧，會堂嘅聚會提供一個講壇，讓佢可以傳福音。通常會堂聚會嘅程序咧係有讀律法書同埋咧先知書嘅，之後咧就係講道，由熟悉律法嘅人講。由於安提亞係喺大數附近，大概咧管會堂嘅都對保羅稍有認識，知道佢係法利賽人，係加馬列嘅學生，所以認為佢有資格講道，就交俾佢講啦。所以喺會堂咧，唔單止有講壇，亦都有一批固定嘅聽眾。保羅呢篇嘅講章，由於聽眾係猶太人，所以佢講翻以色列人嘅歷史，引用好多舊約聖經，最後引入講耶穌基督。呢個提供咗一個傳福音嘅好例子，係先講一啲聽眾容易認同嘅話題。如果保羅向外邦人傳福音，佢就唔會講一大堆猶太人嘅歷史同埋舊約嘅聖經啦，以免呢聽眾感到乏味。保羅同彼得一樣呢，一路講歷史，到咗一點就轉一轉彎，就連接去講耶穌基督，進入主題啦。呢個轉接點呢，就係第23節，大家可以睇一睇，研究一下保羅點樣轉接得咁好，然後佢點樣繼續發揮，講出耶穌基督。喺第35節保羅引用詩篇大衛嘅話：你必不叫你嘅聖者朽壞。大衛死咗，佢自己已經朽壞，所以呢個聖者當然唔係佢自己，而耶穌係從死裏復活，耶穌就係呢個聖者啦。係大衛老早預言到嘅。第39節講到咧，信靠耶穌得稱義，呢個就係因信稱義嘅道理。到結尾咧，佢作出一個警告，就係第40節，叫佢哋小心唔好輕慢神預備嘅救恩。目的係要聽眾做出一個選擇。我哋傳福音咧，唔係即係將救恩話俾人知就算啦，仲要俾對方可以去選擇嘅。好，我哋祈禱，主啊，求你俾我哋敏銳嘅觸覺去體察咧，要講啲乜嘢容易叫聽嘅人認同，引起佢哋嘅興趣聽落去，然後進入主題，帶出耶穌基督。求主幫助我哋有效咁樣去講福音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